各位街坊，我哋身後嘅咧就係一個中山嘅主城區核心位置嚟嘅。咁周邊咧就圍繞住4大商圈，包括利和廣場啦、天虹百貨啦、華發新都會啦以及大信嘅。咁如果我哋呢度翻香港嘅話，樓下就有車可以翻到關口噶啦。咁睇翻後邊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呢個樓間佢係非常之開闊嘅，周邊咧亦都係有5大公園圍繞住一個48000平方嘅園林公園。OK， 咁我哋入去睇下究竟係點樣。從門口一入到嚟咧，就係一個48000平方嘅皇家園林設計。樓下咧就係一個會所，咁平時喺度食完飯散下步咧，亦都非常之舒服嘅。咁見到咧有一棵羅漢松喺度，咁人哋話有棵羅漢松成世都唔使窮。咁而且咧，我哋呢個屋苑嘅物業咧係用翻一個品牌第一嘅太平戴維斯嘅。OK， 咁我哋跟住鏡頭一齊上去望下。OK， 而家我哋入到呢個1500尺嘅5房3廁嘅單位裏面嘅。咁呢個單位咧係做到專梯專門，而且咧開發商送埋全屋嘅裝修之餘咧，同送埋呢一個智能嘅家居系統。咁左手邊咧就係一個飯廳同埋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以及送一個生活嘅小陽台啦。咁入到嚟嘅感覺就係好開揚嘅，呢個開間係做到成8米闊㗎。咁樓距嘅話咧係一個3米3嘅豪宅標準。咁然後每一戶咧佢都送咗一個大陽台，呢一間房咧亦都係嗰個露台間出嚟嘅。咁最緊要呢一個地段嘅話咧，其實去到邊係1個小時生活圈嘅啫。樓下咧係有直通車翻香港嘅。如果各位街坊你對呢一間戶型有興趣嘅話，你私信我，我 send 詳細嘅資料俾你，我同你攞優惠。